聖週四，耶穌建立聖體。今晚是耶穌所慶祝逾越節，也是耶穌的最後晚餐。今晚的晚餐將改變歷史。這不是普通的筵席，而是愛的最後遺囑。耶穌即將離開世界，卻選擇留下自己。他留下的不是聖物，而是他自己；不是回憶，而是真實的臨在。今晚我們慶祝的是教會最珍貴的寶藏——聖體聖事。在這最後的晚餐時，耶穌建立了聖體聖事。耶穌拿起麵餅，祝福了，擘開；酒，祝福了，傾流。簡單的動作，卻是最震撼的宣告：這是我的身體，這是我的血。馬竇福音26:26至28。這不是比喻，不是象徵，而是真實的賜予。從現在起，直到世界的終結，它將完全真實地臨在於這餅酒之中。聖週四的晚餐廳裏，沒有刀光劍影，卻發生了比任何暴力更徹底的撕裂。耶穌拿起餅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門徒們說：你們拿去吃，這是我的身體。那一刻的擘開，就是第一次撕碎。這不是毀滅，而是為了給予的轉化。完整的餅若不破碎，就無法被分享。他以這個簡單的動作，預先宣告了幾個小時後，他的身體將在十字架上為全人類而被擘開。聖體聖事是他星號主動的愛的自我交付。在暴力的陰影尚未籠罩之前，他已將犧牲的果實作為禮物，親手遞給了我們。耶穌沒有說這代表我的身體，而是說這是我的身體。這宣告了一個驚天動地的真理：從此以後，這位無限的天主選擇以一種可以讓我們吃下的方式居住在我們中間。每一次彌撒中的祝聖，都不是重複加爾瓦略山的犧牲，而是讓那一次性的永恆的犧牲臨現於我們此刻的時空。十字架上的撕裂是歷史事件，但聖體中的給予是直到世界末日的永恆臨在。因此，你所領受的每一份聖體，都不是基督的一小部分，而是他完整真實的臨在。這就像一面鏡子被打碎，每一片碎片依然能映照出完整的容顏。他讓自己成為一份份，不是被削弱，而是為了能走進每一個孤獨破碎的心靈深處，與我們每個人建立最親密的結合。我們所領受的是一位被撕碎的主。這邀請我們進入一個悖論：我們領受他破碎的身體，是為了讓我們破碎的生命在他內得以整合、療癒與重建。他的破碎治癒我們的破碎。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裂痕、孤獨、傷痛、罪過的枷鎖。我們來到聖體前，不是以一個完美者的姿態，而是承認自己的破碎。而他，這位為愛而破碎的主，正是在我們最深的傷口處與我們相遇，用他的愛將其縫合。他的給予呼召我們去給予。你們要這樣做，來紀念我。這紀念不僅是儀式，更是生活。他撕碎自己成為食糧，邀請我們也學習撕碎自己，打破以自我為中心的硬殼，將我們的時間、耐心、理解、寬恕，甚至我們自身的軟弱與痛苦，轉化為滋養他人生命的食糧。一個家庭主婦的辛勞，一位工人的汗水，一次耐心的傾聽，一份寬恕的決定，都是在效法餐桌前那一位，為愛而撕碎自己。聖週四所建立的，
不僅是一項聖事，更是一張貫穿時空的愛的餐桌。在這張餐桌上，過去加爾瓦略山的祭獻真實臨現，現在復活的基督以看似卑微的餅酒形象，親自餵養他旅途中的子民。未來遇嘗天國盛宴的滋味，那裏不再有撕裂，只有圓滿的共融。耶穌的撕碎是愛最極致的表達，這愛戰勝了死亡，轉化了痛苦。如今，這份被撕碎、被賜予的聖體，正是我們行走世間最寶貴的力量之源和生命之糧。願我們每一次領受聖體時，都能深深感受這份為你我而撕碎的愛，並在生活中讓這份愛經由我們繼續撕碎自己，成為照亮和滋養他人的光與糧。